再来看台湾高铁伫9月2日开始实施临近车厢的新制度，有真侪家长就讲哦，带囡仔坐车，即马压力是愈来愈大。高铁上新的统计是指出讲，红看到的有超过70%拢是大人伫车厢内底看讲电话、看戏哦，囡仔吵闹只有少数尔，所以望旅客当互相尊重、互相体谅。双十连假到啊，真侪家长是带囡仔去坐高铁。最近因为社群网站有乘客发文讲，伫高铁拄着囡仔伫车厢内面咧吵，违反宁静车厢的原则，引起讨论了，佮甲文章抬掉。虽然高铁早就强调宁静车厢毋是针对囡仔，但真侪家长嘛是有压力。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会担心会吵到其他乘客嘛，所以小朋友如果是讲不听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会抱去就是车厢外面？可能给他画画、玩玩具，他可以安静的待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我才敢开始带他坐大众运输。高铁公布统计数据，对9月2日宁静车的新制开始实施以来，拢总是坑到13000外件，有半数拢是伫车厢内咧讲电话，佮有要3成是大声咧讲话，另外超过2成是看戏出听音乐无挂耳机。高铁强调和囡仔有关系，敢若足少的个案，佮一摆呼吁社会做伙支持包容囡仔的成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